青年力場咧，就因為其實我哋就係由4個大學生，即係可能啱啱 grad 啊，咁即係我哋覺得而家啲科技就發展得都幾快下。個前途有啲迷茫啦。中學生喺呢個階段特別需要我哋嘅支持，同埋我哋都發現呢樣嘢係特別有需要，而學校未必提供到俾佢哋。喺香港嘅中學生啦，其實好多都係以學業為重啦，其他喺學業以外嘅活動，可能都會俾家長老師同你講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讀多啲書啦。咁但係有好多時學生嘅興趣未必淨係喺讀書上面。咁我覺得其實應該要俾佢哋有多啲唔同嘅活動，多啲唔同嘅機會，可以出去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其實都可以探索到多啲佢自己真正想做啲乜。除咗令到佢哋嘅參加者透過舉辦呢啲活動學到更加多嘢，咁令到佢哋自己都揾到即係佢哋自己想喺未來行嘅一個職業或者一個職涯嘅發展嘅道路。